这个电影《侏罗纪公园》，和大家搁来讨论恐龙重生的话题。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推出着主题特展，展览6件台湾虎皮的标本，真值得大家来参观。光线透过虎皮，除了表现出伊的水以外，嘛展示了伊其中的玄机。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最近顺着电影《恐龙重生》的话题，策划虎皮的展览。在去年年初，在北部发现了一颗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琥珀。那这个琥珀的这个发现呢，也是我们这次整个展览最大的一个亮点。展览的空间以及主视觉，营造真高的艺术家电影的风格，展出亚洲虎皮专家4件虎皮的艺术创作。过去10年的一些重要的作品，也会在第5区里面做一次完整的公开。科学博物馆这届嘛，甲工研院合作，透过透明导影显示系统，和参观的民众会使看到虎皮内真实成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